民主义的意义。这个系列讲座活动是由我们港都文艺学会举办的，我们在这里已经办20年，每个月第4个星期天都会有一场下午2点，已经办了20年，我已经在这边混20年了。所以说有什么，今年是第1场，然后有什么意见或是想法想要表达给我们的，可以在脸书上面搜寻港都文艺学会或者是我的名字留言给我，我们都会处理。我们就有里面的会员已经辛苦奋斗20年了，蛮希望得到大家的肯定，因为我们已经办了20年。我们还要办其他的活动、其他的馆，光是在这个馆，大家算算看，1年12场，20年240场，我们已经讲了240个场次，光是在这里，然后还有其他的馆，还办其他的活动，然后讲的大概都是跟文学有关的，该讲的都讲了，不该讲的也讲了，所以说如果想要听一些什么样的题材什么的，可以留言给我们，我们在下一次要编排的时候，可以做参考，不然讲太多了，连光我自己都讲了10几场了。今天是由柯柏荣来讲台语，他本身应该不用太多介绍，跟他认识也算很多年了很多年了。刚那时候刚他认识的时候，他就已经在台语诗方面就已经有很好的成就了。他也是专攻这方面的台语诗，有偶尔写散的，对，偶尔的。然后我不浪费大家太多时间，我们跟柯老师来分享今天的课程，谢谢。各位朋友大家好这可能大家拢是对台语台语较有兴趣的这介难得啦今仔日安尼一寡朋友都来翻场，我是大概小可小解一下咱坐较后壁坐伫个上尾这边上尾这个是严明俊刚面嘴伊是一个英文家伊用台语写用台语写辩论，也有电影的辩论，也有台语文学的辩论。因为伊有甲辩论我3首诗，3首台语诗，安尼会熟悉的。我白白带台人，阮一定做伙，一定甲阮做起来这算学者这算伫咧大学咧做教授咱客语作家罗秀莲，伊个后头厝伫咧万峦，屏东万峦是过去台南的江水，早毋讲去伫咧万峦，今仔日过来较近安尼，来后壁刘秀荣，刘惠荣老师所以当然我来带一寡时间咱刘老师伊有咧推销一个物件，一个足好的物件，囡仔的绘本，开始搭喙讲相声是搭喙讲两本册足好的。感谢咱我创作班因为我家己本身有咧教用线顶的台语诗的创作学习今仔日高雄歌拢教的款的，大高雄拢教安尼。阿小姨阿小姨坐到，谢谢。这样这优秀，咱阿小姨就70几岁安尼，教汉做教，安尼，人咧讲食老开出去人咧讲大只鸡慢啼，安尼按算今年要出一本台语文集，安尼，真好。在座阁有一寡台语老师即咱金华老师的学生我即久无去金华老师遐真方便，真多谢真多谢。凡是因为喙眼挂起来有时面拢看到拢有，毋知讲到底何方的心情，就是足久的朋友安尼来遮听我一场演讲真感谢。今仔日我要演讲的我之前拢讲文学啦，
专攻台语诗，我就咧想讲台语诗名去传落去，较编作歌上好。所以我即摆按算有规划咧着，互咱高雄，这是第一场，来台南迄车台后一场，排伫咧5月，这算第一集啦。我按算会一直消解落去。就讲台语诗人，伊写诶台语诗有编作曲诶，拢有咧传落。家己讲安怎呢？较早期诶战后就对了，战后因所做诶诗就对了，拢是一寡哇合唱啦，艺术歌曲迄种唱法，所以听着会拄久。下种歌连续2点钟放落台语会拄久诶所以我拢就对战后开始一直到咱现主时，我掠几个好朋友因写诶诗，有编作曲诶，了后是。另外阁有啦，拢其他日2点钟阁有小摆无法度遐尔济，会当就是吟诗诶部分，伊本人也总有吟诗诶，我就放伊遐去，阵无吟诗，就我家己大约消解一下，因咱来遮是要听歌啦，听我讲话无心人听啦，安尼。其他日我可能针对即条歌诶文学性，大约点2个点2个啊。咱就来听歌，拢确实袂歹，伊诶版本有足多种诶，OK。我头先要来讲者，咱诶现代诗诶音乐性是伫咧倒来，尤其是咧不管台语甲华语拢共款伊有分2种音乐性。外在音乐就是咱伫咧诗诶形式看会到诶部分，就讲伊押韵。就好像咱去背流行歌，伊拢有押韵。至于讲流行歌伊诶押韵，伊内底文学性较少，因为伊较直接，直接要唱入去人诶心内，所以伊直接讲话。所以伫咧诗诶部分有较隐喻、较弦外之音诶部分，流行歌诶歌词就较少，即个成分会较少，安尼。开始贴词拢类别贴词、贴句安尼，开始排比诶唱法。因为节奏起来，你也有一直咧重复，不管是你诶melody咧重复，开始你诶字词咧重复，自然就产生一种音乐性。这是咱现看会到诶外在音乐性，这是咧台语，这是咧现代诗诶部分。佫有一种内在音乐性，可能是长句，甲是分段，这就无伫咧咱其他啲演讲诶范围内底。伊迄就算爱佫讲足侪一寡文学诶技巧。我会当讲诶讲，以华语来讲以我所知早期啦，咱也种5、6年级诶，4、5、6年级啦，应该佫有经历过校园民歌，伫咧我阵早读国中诶时阵，较会看，因我有知影，人有知我做老汉诶，人有知我5年级啊，伫咧迄个年代做校园民歌起来，用大量诶华语诗。一寡大学生编作曲，语感动诶，迄阵足唱差不多4、5档诶，看5、6档有，渐渐就消失去。空话一线安尼，但讲即个民歌对啦，伫咧咱台语诶流行歌，但是屹立不摇。即摆佫有民歌30年、40年，将近应该40年啦，无偌久之前民歌30年，过来就40档啦，现在咱活到50档袂啦，因为迄阵我10几岁嘛，佫种古典诗词啦，以我所知，就是邓丽君有出一个专辑，内底拢是古典诗词，比如讲《水调歌头》《但愿人生就》即条歌，较会是什物午夜独上西楼，类似即种，伊有带一个专辑，拢是遮个歌。这就是内底就完全是文学性，就是作曲的人有啦，佫唱的人也是较特殊，因为邓丽君了别个唱款式袂唱，因为邓丽君唱，大人爱听伊歌，所以佫有带伊的声音做优雅，再配合这古典诗词唱出来，传唱度很高，后壁佫有人翻唱的记录嘛，介济啦这算带昙花一现，咱讲起来就好。台语的部分
伊诶民间文化念歌啊、歌仔戏啊，即种咱讲是台语习俗，就变做歌啊。迄甲咱今仔讲诶，拢无关诶，因为伊是民间文化，在我认为啦咱今仔要讲嘅现代文化台语诗，安尼咱渐渐进入主题啊即个 PowerPoint 我做2张尔，原本要做几张要做足多但讲这伤济啦要安尼叫我爱斗去足长时间，所以我就找 PDF 紧咱今仔日第一个要消化就是我的偶像，比方头内底拢是我的偶像，甲是我的朋友啦向阳老师，向阳老师伊的台语诗算足早期，伫个用战后第一代韩时时刊、韩时时写的时阵，伊就是迄阵个创刊人安尼。向阳老师到即马阁足活跃伫个咱，尤其是台湾文学这块，伊是看华语、台语拢有而且伊也有写足侪评论，是一个我足敬佩的一个我的先辈今仔要小解伊是世界点进落来，伊即个版本也对啊，上起码有10几个版本，为足客的我今仔日会选即个老药金可能人讲内举不避亲伊台南人伊是台南的雅歌合唱团的指挥安尼阁有一点，伊的查某囝捌上过我的课所以安尼有熟悉过所以内举不避亲有熟悉先小解安尼。因为小明老师伊家己有伫个网络伊有念即首诗，所以我就放伊念的版本，来咱刷来听伊一寡伊的歌曲咱来看伊的文学性质倒安尼，伊讲世界点进落来的时，就是思念出声的时，伊照着啥物呢？外口的风，天顶的星。伫个暗暝时想起着你，就是甲一个想象暗时拢足点的时阵，伊想到啥物故乡伊醒的时阵就想起来，空气也想着，就是透暝拢咧想想到啥物较早有火金菇啦，有锦拿啦，阁有苍芪啦，蒙雾甲山坡，轻声细细的溪水。伊即种物件就是以修辞来讲，叫做视线，用较早的记忆全部呈现出来。伊内底一定有一个温度伊啥物时阵会想着世界渐渐落来的时，安尼来听。所以叫做世界点进如来喜，世界点进如来喜，就是世界出现的喜。台湾民风最最的道，天地的喜，相信的喜，世界点进如来喜，我就请如来安尼受体着你，我伫困难时安尼受着你，想起咱牵手走过的时，火日风地顶照过的苍芪，更那蒙雾霜，也有轻声细碎的气水，世界点睛如来的喜。该可惜声足细声安尼我都真棒来，咱来听，伊这是刘玉金老师伊所指挥的台南雅歌合唱团因为内底无歌词，所以我把歌词献出来
因为即个版本较少人听吼，伊也总是迄个石青如的版本吼，可能大家都拢较知，可能大家会对得起。啊，即个版本较少人听。因为世界战争落来的事嘛，所以一般即个题目我看伊内底的诗词就对啦。你做无可能做快法，伊就是慢慢，伤紧就无先战争嘛，就来放炮同款，伤紧就变摇滚乐吼。来，咱看后一位吼，下一位就是咱的建年生的吼。找袂出来。南方国中央吼，唔紧。伊讲即个项支持项吼，上过大个头啦。迄阵因创刊的时是吴建年老师林崇元，林崇元算伫阮台南就算元武，阮叫元武啦。因兜创作济个吼，所以支持项就是伊开钱来开的。迄阵有结合着林荣敏、向阳、李清华、陈绵仁。阁想一个，为伊讲小人要小解有一个叫黄线黄喜黄线老师，伊种也是共咱创刊的，创刊的会员之一。只讲伊迄阵无写台语，最近4、5咱开始写台语，我2单出3本台语诗集，今年伫迄5月，伊就要出伊的第4本诗集啦你讲册当会去小解。建明生呢，伊教我的写作老师，黄南海，足好，所以阮南海生呢，伊有一本《人言新乐府》《人言新乐府》内底，拢是所有收集一寡养分地带，开是写台语诗的部分，的一寡诗编作艺术歌曲，这是其中的一首，南方香港的南方，好食，真好食。为埕尾，为白切仔埕，为风果的摇动，飘散过来的即种滋味，是香港的南方，香的南方。食了阁想要食，食了阁想要食，我爱困啊！无偌远，苍凉迄边金光闪闪，伫我爱困的面前，搭一条闪烁发光的万里流香。阮建年生呢，伊即首就是安尼讲感光意味，即个感光意味吼，伊收出来讲，我会甲列为转品、登品、磁性互换。磁性互换就是，明明是风，靠尾是香的，风即种风为虾米？到尾是伫我的香味啊，
伫我旁边是咱是小学，吼，咱闻着是小学，但讲伊讲足好食，变做味觉，吼，伊就是讲以为，啊，即首吼，阮老师咧唱吼，迄落啊，开得独奏啊，吼，我迄阵吼伫家家咧管诶时，就是叫阮老师咧学声乐，我参加伊诶合唱团，吼，啊伫遐伊叫我起来做班长，啊，所以即条歌我嘛有想过呢。我会记伫咧黄金的老师吼，伊有一届伫咧中国遐是乌凹吼，袂记一啦吼，快速后乌袂记一啦，我记过一遍啦。啊，迄阵有一个纪念生的伊的诗啊，有人用书法写落来，吼啊，开幕的时阵叫阮一寡诗人去遐吟诗啊，啊，我着现场唱一条。迄阵甲我录影的吼，伊伫咧现场，老伟元老师，伊帮我录影，伫咧 YouTube 找着我唱的版本，但是讲我唱的吼袂看口气，所以我也是放阮老师的版本。但咱歌就对啊，但我拄咱办一段就好，因为我今仔创作做物件啊。因为吼，我今仔传十几条歌啦，我咧想讲啊，毋知放会到上届尾啊袂啊，所以咱尽量听，吼，尽量放歌互恁听啦，吼啊，我讲的吼，轻轻听听就好，做人就过。吼，咱林良敏，吼，梁明先的，伊即条通向台湾，应该是所有做过的台语诗人的版本上届多，听讲40几个版本啊，吼啊。当然，萧振年老师伊写即个版本，上届侪人咧传唱，吼啊，伊的歌词足简单，咱一看就知影，就是咱若听祖先，请你毋通嫌台湾，虽然土地有较矮，吼阿爸的肝，阿母的血，压落乡土满四界，吼咱若听子孙，请你毋通嫌台湾，也有苍园，也有山。果子的甜，五谷的香，互人笑台食袂空。咱若听故乡，请你毋通嫌台湾。虽然土坛无青山，认真打拼，前途有望。咱的幸福袂输人。一首，我这是阿生讲要小解一首看见乡愁，就是讲，我伊毋通嫌台湾好，啊，种咱买手鼓时间是咱起来小解一项看见乡愁，
毋但讲台湾，伊伫咧为虾米伊会传唱遐尼济呢？这毋是一个咱国内唱吼，是歌足唱即条歌，因为咱伫咧华人吼，华人尤其是讲欧美迄边，尤其是美国迄边啊，甲是加拿大迄边吼，迄阵介绍乌名单，无法度转来台湾，所以即条歌伊若总去讲去到美国、加拿大，拢各地只要有华人的所在，伊若咧唱，只要是台湾人，伊若咧唱即条歌，就大家目屎落地个，因为因无法度转来台湾。介绍伫咧迄种，应该是讲少年奖蒋介石时代，迄阵因拢无法度转来，向定位乌名单，杨明生即张相是我翕的迄阵参加台湾时代音乐会，所以我就摕即张相出来，讲内皮不避亲足对。啊，无杨明生人搁引导，杨明生算我是伊的忠实粉丝，伊是我的偶像吼。好来，咱来听《毋通谈台湾》，因为伊版本足多哈，我来办即个徐锦存的版本，我最爱听徐锦存唱歌吼。所以接下来由于唱的是无量三昧。咱若会晓唱，咱对咧唱，伊即个歌足侪人会晓唱啊，唱歹讲，我才有一支本事。这看起相像小咱有时间合开了。送一来，若是到现春，送一来吼，伊就是拢算看，伊讲伊台语写了无济哦，伊才出2本台语诗集，来讲伊有出过写过一篇台语的小说，送一来老师伊是写小说起家，所以伊伫咧文学评论足大，伫咧顶23啊，即几天有出一个讲台湾文化400年有顶个节目，伊即2场的发表会，我有去啊看，送一来是一个我足尊敬的学者吼。伊即首若是到现春算足侪版本，也毋是20几个版本。我较介意就是王宗平迄个版本，即王宗平足奇怪我咧查歌词的时阵查无足刻个啥物人迄个版本。我亲身敲电话问宋老师，老师你王宗平唱迄个版本是倒一个足刻个？讲伊嘛袂记真啊，讲伤过久啊。伊讲即摆伊个制作团队已经散去啊，散掉了。
所以咱宋老师伊即首若是到现春是即个韵的音啦是讲伊甲即个一般咱咧写一个景，地景就是讲迄个所在伊有啥物特色，咱就写落来。当然写的时阵，咱会加一寡天气啊，天气会有啥物设置，开始咱对即个地景有啥物感情，拢会伫咧内底。所以即首伊的传唱度也足悬的若是到现春，就爱落雨的时阵大雾的山峦。亲像姑娘的温顺，咱爱念来做伙念小爷来念。若是到年春爱见黄昏的时阵，你看海边的暗云，半天通红像抹粉。若是到年春，就爱好天的时阵，出放的海船有时驶远，有时驶近。若是到年春，毋免惊时阵。咱逐个歌若唱起，一时烧阮的身份，这就是台语的写法，四段台语。伊足侪版本足侪人唱的。我特别拣一个，人咧讲的，人声卡贝塔的款，人声敢是卡贝塔，我日语无好啦，而且是阿杜仔唱的哦，小爷你，小爷你，因一个混用人声合唱团。我感觉袂歹，听阿杜仔唱咱台湾歌这二张打到上尾啊，迄只我跳过。即首诗
其中一首诗伊收录伫个佛多摩萨颂拢前卫出版社拢算入老师一本算诗集内底吼，但讲伊内底也哪算有写华语吼，伊个后壁因为伊即本册拢为着写歌啊，吼，一般讲若咧写台语诗吼，当时阵我着写歌写较少，吼，我写诗着对啊，写台语诗我袂去刻意去押韵，吼，我若较会去注重外在音乐，我袂注重内在音乐，吼，就是伊个长句我分做，就是伫咧吟诗个过程，吼，伊个节奏，伫咧伊个节奏自然就伊个音乐性，因为咱个台语七声八调，音乐性管理着足丰富啊，吼，我拄是讲后刻意讲我要按算要以后要做歌啊，我靠刻意去押韵，所以即种个台语诗我写差不多20几首尔，无济啦。吼，伫我第一本诗集《两岸台春天》内底有19首，吼，搁后首搁有搁写差不多3、4首安尼，吼，所以我的歌足少的，时间有够，我上尾我会讲我家己的歌，即算我也算特别来伫，我的第一诗歌有人帮我讲做曲的吼，这是咧上尾咱讲压轴嘛吼，压轴。来，咱来看故乡的唱阿林老师吼。阿林老师是，我即个项字仔头就阿林老师教我上好，我教伊上好啦，袂我教上好，我教伊上好，我下辈吼。我差不多14、15年拄出到无偌久的时候，阿林老师行来台南嘛，伊拄仔甲我收起来做伊助理，所以伊也咧演讲的时阵，我就伫边仔负责敲电脑，吼，替伊吼做跑步即种方面。所以阿林老师伊咧演讲过程迄种处理性吼，我看足侪，但讲我无法度呢。咱讲个人魅力，阿林老师伊台语讲着就是好听，吼，就是足本土味的，吼。你来看伊，古锥，阿林老师古锥吼，伊个版本，伊即个故乡的长短20几个版本，有一个时代研究生去研究，讲。故乡的苍云，伊个作曲的风格，写一篇论文，吼，内底有20几个，连阿林老师伊嘛毋知讲，我知道我已经有20几个帮伊作曲嘛，吼，我毋知。上界新的就是，即低头皮主页信，即我是伫咧网络吼，因带去即顶日总爱上一个节目，我甲剪落来，吼，内底，因为阿林老师伊家己有念，所以我就。超袂难过，下骹即首诗本较看，后时间咱较来补放安尼。老师念诗足新鲜哦，伊讲伊有一首拍白老台湾，互遐研究听念伊首诗足好耍，但讲迄首诗阵我找无有家做变做歌的较可惜。伊即个上节目的，我甲你啊。好，来，咱即马来演出这个是陈明林2006年故乡的长藤倒出来。历史较长长，想要烧酒嘛，你来去会当陪外远，敢会陪过阮故乡山？牛车路高长长，想要烧酒。你依看阮会当行偌远，敢会行过阮故乡的山？自阮离开了后，故乡早就红，敢若像一句寒芒花。自阮离开了后，故乡早就红，敢若像我心春。15年过长光，叫我通月娘会当做头。咱这是阮故乡山，白杨枝高长长，敢会回过阮故乡山？你来去去，袂当陪我。
即个版本可能因为无看过版，就无看过节目，可能毋捌听过有即个版本。哎呀，你讲即叫手影啊，第一部分手影啊。其实咱即马对第一首到即马遮条，遮有含声头，含声头，后壁落就是算作节目第二代以后啊，第一代就到遮。咱看得出迄个年代，因所写的诗拢是甲思乡、故乡有关的。因为一般啊，就咱一个初学啊，初写的一个，咱要讲作家啊，一个想要开始写，伊一定写咱身躯边上解是诗的代志。尤其是伫个迄阵戒严的时代对戒制为着要替咱台湾发声，替咱祖地发声，拢有写一寡孝养即方面的。孝人亲人也好，开始拢靠孝养即个土地、故乡，即方面的诗大量发生足济。伫个我有咧，我也伫线顶咧教课时，我一个学生讲，迄个年代已经过去啊。咱会当看到因遮个诗就对啊，大部分拢甲歌词有关系。就讲会当现场随拢诵出来了后，大家随听。直接拍入咱个心肝，因为伊需要推杀即个代志，所以文字就叫做白、做浅白，直接讲出来。当然伊会讲一个景啦，伊会讲也是就较无遐有关，但讲因确实因的传唱度特别济，因为伊直接讲出来。歌就是要互人有法度直接去感受着，即个歌诗就对啦，可能。伫个现代诗嘅行到，即摆1990年代2000年以后对开始有人咧追求即台语诗嘅美学。1990年开始了后，有咧要求即个美学，所以一寡较咱讲苦口号咱台湾爱拍拼，即方面嘅诗就就量减少，因为迄个年代已经过去啦，戒严时阵迄个年代已经过去。但讲阁有人咧回想着咱台湾较早迄个年代时阵，台湾个人开始着一寡白色恐怖甲228事件的台语诗大量出现。即个伫咱伫个尾啊，2米7教授伊所写的台语诗就是拢安尼。伊种诗足无简单个，伊阁会当找一个有议论，拢会当替用作曲出来，听叫心里足酸。即咱囥伫个上界尾啊，原底上界尾应该爱欢喜伫就讲我度即种年代安尼变落来米7个年就算上少岁嘛来讲伊个文学素养足悬啦后首咱来看，应该是罗汉寿罗汉寿老师。罗汉寿老师伊是伫个第一代战后了后，伊算第二代，伊讲伊写台语诗是完全要为着要写台语歌词，伊迄阵推出一个叫做台语新美学，所以我迄阵读着吕老师的诗的时阵我发现我这喙也断了，讲的较清，会较清楚安尼我咧写歌词的时阵有受着吕安秀老师的影响。伊的贴句，一般啊，对啊，咱说万春看做独夜无花手点下7字，清风对面春5字，7字5字开始7字，差不多较早的流行歌词拢是安尼，就三段无共款的歌词，迄阵较讲究无确实，普遍在迄个年代，第五年，李林秋伊个年代，足注重即个读书，足精细。伫个吕王秀老师，伊是足整齐，但讲伊的整齐着长短句就无共啦。字数会加长，字数加长自然伊咧编曲，伊种作曲的人着自然爱甲只段落搭入去，用看1小节甲2小节安尼落去载，所以曲风会甲古早迄种
万珠讲迄个年代曲风就较无共，哦，啊，伊拢甲即个张宏达老师合作，哦，伊即首袂歹，哦，是咱潘丽丽老师，应该是讲歌仔戏啦，歌仔戏吼，唱歌仔戏，啊，到今仔日在场吼，哦，拄则我刚甲伊讲声笑讲，啊，这，哦，咱个老费雄老师，因为老费雄老师伊较早吼，伊也是。伊较早是唱京剧、评剧，哦，安尼，咱是外省第二代，而且但讲伊外省第二代，即摆是一个足有名的台语老师，电台的主持人，伊台语足地位吼。我讲伊的演讲算武场啦，伊拢爱走来走去，行来行去。我的演讲是文场，一个人只点点仔讲话安尼尔。哦，啊，即首诗拄啊，拄则我对在嘛在过，我讲即首诗要互唱，啊，所以我特别爱找即个。爱上万路，才有走万路。也顶后有上万路吼。安尼讲，辉阳老师，我咧找万路，你连接万路是，你来宣传你的物件。啊，即段时间交互你。今仔日有较占款，嘿，了紧我的声头仔足响的，因为我细汉的时阵学声角的。啊，但是因为伊常常甲我讲要上台，我拢无穿旗袍，啊头毛嘛无梳倒，啊常常拢要爱我上台的时，我讲无，你嘛爱互我有我份点胭脂，我较会心花开。啊，今仔日真欢喜的，就是讲吼。对阿英来迄个咱的文学馆，啊，其实，那一般对大家若熟悉我，拢知影讲我是对贯村大汉的查某囡仔。啊，是安怎我较会学着即个歌仔戏，啊，搁看北京戏，啊，甲即个相声，吼，阮细汉伫迄个贯村的时阵，我们就是学相声，吼，啊，你看我即马几岁？我60几岁啊。啊，我特别要来绍介我2本册。我讲，为虾米我会出即个册吼？啊，互家己安尼，伫迄个心肝头咧袂清，人讲的袂清心啦。因为这是对阮大家的一个甲，若讲着阮大家，互我小可目眶会搁红，因为伊是一个足传统的台湾的女性，所以迄当阵我学台语的时候是对伊学的。是安怎我讲我对伊学呢？较拄啊，咱的阿英老师有讲着咱的迄种迄个。地雷军，伊内底有一首，叫做迄个《几多愁》，迄就是李玉的，我就用迄个歌戏调的即个方式，我用肉声来唱无要紧吼。春花秋月何时了？阮就是用迄种京剧的方式。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柳转也有东风，不过看回首未凝重。雕栏玉砌因犹在，只是自感慨。问君良有几多愁？他随江春水永东流，他随江春水永东流。我用华语含台语咧演唱的时阵，我有发觉到，用台语咧演唱的时阵，拢会去掂着人的心肝。所以当阵我含蔡金安老师。啊，过去对岸迄边，就是咧发展咱的迄个台语的即个歌谣，特别阮有甲唐诗、把唐诗用做台语版。啊，伫内底，我今仔日要跟大家分享的，咧讲着歌谣，其实我写足侪作品。今仔日我特别要来分享的，就是台柑仔。啊，这内底的图完全拢是囡仔画的。啊，这台柑仔本地是。人甲我学的啦，是安怎人会甲我学做台柑仔？因为我拢讲我是干布料的新妇，台柑的即个所在拢规个拢干布，干网花。
了的时阵，我甲即首诗写好了后，就人讲，应该爱用恁的妈祖婆。阮大家要过往的进程，甲我讲，哎哟，用的啊，你着会晓写歌，你着会晓写册，你着编足侪册啊，你咧甲咱妈祖婆写一首歌咧，我贵咧，我较会晓啦。结果到甲真正，阮大官百岁了后，阮真正完成即个梦，所以我做10首歌出来了，开60几万。但是我开了足欢喜，因为我有完成吼。内底毋但有讲到咱登山过台湾的即个心血，上界重要的内底有马孙仔的对话：深深擦，深深擦，红菇包豆甕，要食着家己炒，毋食着会安那臭干干。这就是阮大家头每一个孙仔，伊马孙仔的对话，所以我怎甲伊写做歌的时阵。我家己嘛毋知影讲迄个旋律是安怎出来。我家词写好的时阵，我就随传互迄个明和老师讲，即首一定要好出来。阿公阿嬷登山过台湾，大江大海，故事讲袂完。讲因向时拄着困难，心情骨髓去操烦。是山赶紧来，赶紧来。清香三层，三层清香夹卷卷，好请新寮镇安宫，天妃圣庙妈祖婆，大家妈。迄个副歌的部分，咱会当去 YouTube 来点选。三层香一个写了后，歹势，即马去了讲爱点一层香，所以这敢是。历史，这嘛是文史吼。今仔日足感谢阿姨互我即个机会吼，来拄好来宣导阮2本册，搁有我有带2位作家吼，迄嘛是我训练出来作家36本册，第3个本领吼。即位景言老师，搁有嘉琪老师，就是我去年有甲文化部摕到计划，我就是希望讲，互咱的台语生活化，用作有声册。用这有声册，就是阮透过手机互大家写作。创作之后，他要自己表达。像我多打出来新妇，对我学台语半当尔，人伊嘛出一套啊。所以足感谢，嘿。好啊，我终于讲的我就拢休困。是啊。到4点看我就赚着啊。你要转去安尼？你找着啊？袂，小可，我先小可即首诗吼。画牌吼，伫个迄阵我拄开始咧学写台语诗时阵吼，我看到画人，我真正惊一跳，歌词会当写甲安尼，文为山咧画牌，哇，即个意象有够好。因为我有一道去中部南横，开始总统我第二队。咱个西岸要到东岸要转来西岸的时阵，总共袂款，伫遐上山搁落山咧看着，真正看着云围山咧围来，带一支山伫遐，云仔安慢慢飘飘过，我看到足感动。伫个迄阵我的心呢，就想起即首歌词安尼，讲围山咧围来，拢天星划过小山沟吼。伊个影对着山水流，流到咱斗门骹口，咱攀着天光临落后，平平凉凉，感情相投。云为山咧画白白，有时浅浅，有时厚厚。云虽然行行真够走，山永远拢伫遐咧等候。两个注定做伙到老。我是云，你就是迄座山，顾着你今日受风寒。我袂白白，你真足看，特别拢是海加石烂，一生你是我的心肝。其中伫个台语诗词就对啊，咱讲的歌诗，华语叫做诗歌啦，台语叫做歌诗，会当流传，一直流传落来吼。咱讲做雅俗共赏，安尼。雅就是文学性，一般人雅占3分。这个词，就是世俗的一个散文句也好，还是咱咧讲话种句，
才有7分，倒起来，你若倒了会水去了对吧？即首歌啊对吧？绝对一定会当传落来。咱从万春讲我独夜无看酒店下，清风对面吹。17、18岁会出家，受着少年家。第一句是诗，第二句就是讲话。古人表弟面麻白，即个讲话，声甲人主题。想要问伊行歹势，心内大美白，心内有啥大美白？即个讲是隐喻伫内底，但讲做袂紧，咱一看知伊咧写啥物。所以诗，伫咧现代诗歌，伊是一种爱甲感情藏落，但讲你爱搁互伊铺出，互读者袂直接去想着，毋是直接讲的啦，毋是直接讲的。所以伊是汪汪飘飘爱讲，但讲伊讲出来，读者是读有的。即弦外之音，读者是读得出来。即种来做歌词着足紧的。为什物工会的歌会遮尔强？其讲工会一个买手就对吧？伊的歌拢紧过的，伊的歌拢紧，拢有足有文学性的物件吼。可惜后手咱从别个歌手就较无即种文学性的歌词出来。来，咱刘伟荣再请来。我演讲我嘛做过，我传统比赛，人去上，你我看演讲才家己去上的，有好好，真好吼。我头拄有甲迄个个相片吼传互罗汉秀老师。安尼吼。我已经甲传互伊啊。后面会记得，若要叫我唱歌，爱互我写下一个。来，要紧啊！迄刘美女，我讲上叫刘美女，今仔讲我叫费用姐来，我早袂关系。伊莫才要遮缘投啊，叫费用姐啊。后来，伊这是办餐带的版本，毋知有声。这首我真久无演唱啊，毋知唱影个唱袂落势哈。遮青下过小山高，伊的影紧着泉水流，留甲咱兜的门口口，咱捧着青光啉落后，冰冰凉凉，感情烧透。云为山在画白白，有时浅浅，有时厚厚。云虽然拼拼真老走，山远伫遐等候。两个注定做伙到老。我是云，你就是迄座山，顾着你，惊你受风寒。我过目歹日，亲像看大地拢是海水，顾无笑啦。因为一生你是我的心肝。因为自从10几年前，同阮翁有一寡计划了后，这首歌我就毋捌搁咧唱啦。所以讲这首歌毋捌搁唱啦。拢袂使去继续调查我啦。扣你一世人，所以讲本工程哦，拢就该扣掉的，该考吼，该恐怖。其讲我个特别小解罗汉秀另外一首诗哦，因为我感觉这首诗较有意思。发光的灵魂，发光的灵魂。所见过的案件到人知影，生死求案，迄阵就是咱一寡废死联盟嘛，开始司法改革即个民间的一寡团体，咱咧为着所见法律三求案、四求，就一直咧走作啦。迄阵陆华秋老师写一首诗。写一条歌来讲因的故事，所以这条
福冈的灵魂啊，对吧？吼，后手也有着什物白色恐怖228事件，有诶无？即首拢是背景音乐。啊，因为即个张光达老师，伊本身伊也家己，伊作曲了，伊也家己唱。我感觉即个气氛吼，会当若算互阮听着会流目屎。我感觉是，但我是足鼓励种流目屎的吼。伊讲一枝草含一条路，吼，每一蕊会开的花，拢是经过风甲雨，生命着爱家己照顾。即种足简单的言语，香味了伫个时，表示天地无袂去。毋管水也歹，拢是共前途，袂使强逼伊路途。生命平等，灵魂拢啊平等，伫遮内底用火甲火的香味来表示讲灵魂。火是河，火是江，火是上温顺的歌，拖无的生命流落伫暗巷，你我做伙。伸手家己扛，咱个帮助着社团体啊。火是河，火是江，火是上温顺的歌，拖无的性命，灵魂伫发光，发光的灵魂，未来看上远。伊个歌词足互我感动啊！伊直接讲出来，啊，伊当然伊内底有，伊就是讲这4笑暗嘛，3笑暗安尼。咱若了解讲，伊是为着这个咱咧发生的事，咱心内就会去感动。是。来，咱即来听福冈的灵魂。咱个听伊前奏，感觉即条歌应该是可期待性啊，毋知安怎唱吼。后人听过，咱做伙唱吼。我听着会足感动，足激愤人心，但我听了足悲伤的。花是江，花是河，好来，咱即摆来看，伊讲黄线老师伊嘛是属于韩治时甲迄个年代的吼，只讲伊个年代伊用写华语诗，了后去做算做编嘛，毋是算做编啦，伊做咱个见证正当学校伊现代诗现代诗的讲话黄线老师迄阵伊咧做编的时阵咱即摆讲叫特工，
做过恁听有啦，就是专门咧做迄种间谍这方面的，爱是属于迄方面，伊是属于伊无出去啊，伊伫咧内底即方面的啦。我定来去伊伫咧台南台江畔民宿台江畔民宿伫遐，黄山老师，伊有请即个王明杰，即王明杰伊也直条介绍拢写一寡咱台东，应该我会记伊即摆佫住高雄嘛，高雄，伊即摆佫住伫高雄，伫咧后车头遐会看，我较早，当年我去过一遍啦，即摆毋知佫有住伫遐无？王明杰，伊拄迄阵伊咧作曲，做好诶时阵，伊就传个影片拄黄山老师，迄阵我伫咧台江看，我在现场也有听着，则有一个人甲黄山老师伊拢托个部分甲歌，甲结做一个影片，所以咱小仔直接听黄山老师念诗就讲是安尼介绍声，我看咱放啊大声诶，迄阵伊调个即个版本足奇怪。黄山老师念诗足好听足奇，拢有伊家己个人特色。安平对相客，彼落啊无笑话。黄山台语诗，安平对相客，彼落啊无笑话。刚刚变现啥物？就无咱办。咱办即个是，还是别办。反正对我讲起来是。一时若拍过三家对过，两蕊目睭用光线穿做伙，台湾话应是伊晓过的树花，一支一支插过鸟仔房，食着花。弟弟行无识，少年搁飞去，亲像一树长杨庄，遐风霜，现海风，地骨仔变透明，山间春一些红花，有。伫云尾过飞，毋是风的关系，海影一来回，山坡社会，城苦笑，对相笑，安平对相。诗人黄喜写这首安平对相客，彼落仔无笑话，为着我来甲作曲，我是有较即个少年了园的概念来读书，安平对相客，彼落仔无笑话。自到过讲人话。
往这伊个歌吼，伊所写的歌吼，就较无像小铁的因迄种较艺术歌曲。伊个歌吼，伊个作曲的风格吼，较搭咱一般配出的诗。后面这个教我足好吼，记要几啊八年迄阵我讲毋是足够啦。我就实在是我拄小可蒲头尔，所以伊就无用我的 CD 写啊，生活技术无够的因为我较早期的时阵甲家较有关的，所以即方面要写我会较歹写是歌。来，昭华王昭华，拄则拢小概拢查甫的然后一个的大部拢查甫的。我会记哩战后第一代落来，我会记哩有写母语的对啊，有写台语母语的对啊。我印象中上老的是拿淑珍老师，伊就付出在遐面咧写台语诗的。拿淑珍老师算年岁上济安尼，伊嘛是算黄建林老师的学生，算第二代这昭华伊，即摆我会记伊即摆甲阮住伫凤山的款，伊也拢伫凤山，伊是一个阮台湾家己的才女啦。散文上好，伊的文章散文写得上好，来台语诗也有写过，伊个人较低调，所以阮台湾界较知讲有即个人物，即号人物。你若是台湾界，足少知讲有一个王昭华，较知讲伊有咧写歌，有咧唱歌，伊捌出过用即个台语歌的专辑，即摆可能也无得买啊几啊单前，伊凡是咱若住高雄的人伫迄路边仔行来，凡是遇着伊知无？伊拢去唱去早的歹的，脚踏车打的，死尾去，也无一个文章就写出来。有咧顶台湾，你一定有着。伊讲就住台啦，因为住高雄歹势，因为昭华伊是屏东人，潮州，伊读册是伫台北淡水，所以伊台北也住介久，伊毕业了后，拢伫咧淡水，即几载搬来高雄。即摆差不多拢伫咧写一寡案件是台语的案件啦咱拢是有一撮题啊，伊爱写，爱交稿互人嘛。伊做无闲，我缀今仔下晡要来伊讲伊甚至爱赶稿，无法度通交无下昼回来，我就叫伊现场唱，毋免搁伫遐放这记答我点我家己唱啊。伊的声甲一般流行歌的唱法无共，伊也无是民歌迄种唱法。伊就是有伊家己的特色。即首诗足真实阿爸迄两家己，我毋爱家己念，我要叫阿笑来念即首。伊足白话，来阿笑来，来讲互伊。所以我以后的名声来讲，阿笑来叫我拍伊也出车我会搁愈钱好来，我慢慢讲阿爸迄两家庭，日子一年过过。阿爸已经60岁，逐工游园落田做工课。厝内阁有2甲地，2甲下骨个溪仔埔地，一直拢是种稻仔，种稻仔实在有够够工。趁的无够，读喙空，读喙空，日子一年在过，后生查某囝出社会，对人踮伫都市做工课，拼甲要死无厝地，2甲下骨个溪仔埔地，加减下当种稻仔。种稻仔实在无采工，趁的无够，读喙空。阿爸迄2甲地，阿兄讲伊无爱做，迄2甲溪埔地也是会当趁偌济。从我细汉一直到
金，丢啊价，丢啊介绍无啥差，虽然娘价着爱稳定，做事敢讲免生活，物资一工去过一工，报道敢阁会当带人。阿爸迄2架地，莫怪阿兄无爱做。迄2架溪埔地，做死会当趁偌济？哦，安尼就好，因为后壁伊就直咧做讲吼，阿叔比较搞家己，我反伊嘛，我为我就较无啦，哦，真好食好。免甲后壁拢是重复啊。即条歌后顶来听，感觉伊的话做白话啦，但讲内底就是讲一个故事，考试即马农业社会已经无去啊，吼用做白话的写法吼，写法我足欣赏伊的曲风嘛，伊的作曲的曲风吼，咱来听看卖啊。你听到的爱笑啊，心酸啊，日子一年一年在过，阿爸已经60岁，逐项有烦恼参做工课，厝内阁有2家地，2家会困会起无地，一定拢是亲娘啊，亲娘啊实在无够后工。赚的无够赚嘴空。日子一年一年在过，后生做囝出社会，虽然踮伫都市做工课。也甲要是无厝地，2家会困会起无地，加减袂当亲娘啊，亲娘啊实在无彩工，赚的无够赚嘴空。阿爸迄2家地，阿囝无伊无爱做。紧两到溪埔地，阿是会当趁偌济？是无厝地，亲
对我正头无煞拢共款，咱有缘无咱一项。好听无？哦，做啥音乐是，当这歌词甲音乐是拢足好诶吼。可惜今仔日吼无来，啊无法度，好啊，甲学了一只间功夫，叫伊现场演唱安尼，吼。啊，伊个另外一张舞步啦，这舞步咱有较熟啦吼，在伫大埔啥物小电影伊诶片尾曲，哦，啊伊这有入围哦，有入围尔啦。啊，无对啦，有入围啥物金马奖的款啦，啥物最佳金马奖吼，曲啦，啊金曲奖，雄雄万季，哦，啊这样人家这超几档啊，这差不多7档前啦，差7、8档前，海洋台语文化赢一份吼，阮做伙翕相的吼，来后手来当吉平吼，当吉平是中华吼，伊也算介介条，啊伊算我的先辈吼，所以讲伊的音乐比我少熟寡，吼，伊是一个伫中华是一个国文老师，吼，啊尾时开始写台语，啊伊的台语是写啊足好，较足愈是写法，足愈是写法吼，啊因为伊拢食菜拜佛啦，伊是对迄个华骨山圣严法师。哦，伊拢对伊咧修行吼，所以到即摆拢无结婚。啊，伊伫咧前几档，伊有开始做一个甲即个酒合仪吼，酒合仪做一个叫做台湾新民歌，台湾新啦吼的民歌，内底拢后伊唱伊家己的诗，也有出别人的诗。哦，啊，今仔日我特别想甲一首你伫个所在吼，伊是写互圣严法师的，来，这首诗我要叫批评来念，咱莫讲啊，安尼我就先讲话吼，即个做好读诶。每一摆失志，心内想要好诶时，你拢伫迄个所在，用充满智慧诶眼神，点点陪伴阮诶心。你伫伊个所在，互阮感觉安全。温暖的气氛，鼓励话语，引阮找找人生的真理。你伫的时阵，你伫的所在，准讲是孤孤单单，一人行伫风雪中的脚迹，也像千万蕊花开的春天，散发芬芳清新的绿意。你伫的所在，啉乌咖啡，嘛带一撮仔甘甜。啉过白滚水，嘛有淡薄仔芳气。感谢你慈悲开示，互阮了解无常的人生存在的意义。你伫的所在有光，
每一摆见着你的面，拢互众人感动，目眶含珠泪。水哦。这吼，金花老师教了好啦，毋是我教的。换言台语是金花老师教的吼。OK， 啊，一阵仔铁定个台语诗写到足进步的吼，这几档台语诗袂歹吼，有看过无？哦，重心吼，赞吼。来，伊送互即个圣严法师吼，因为即个首都诗部是我阵拄出来的时阵，我是总编辑啦，所以吼，即首是我甲收落来，所以我特别用即首，内举不僻气就是安尼。后来咱来听伊唱歌吼，其实足简单啦。啊，伊唱诗互我听起来感觉是安那呢？真正有一寡庄严迄种气氛，但讲伊个庄严讲毋是对顶落来，就是对下，就是一般百姓要对一个对一个心灵也好，还是对一个伟大的人，迄种心境，听着也足感动的吼，来。咱可能办一段就好啦吼。因为当即边伊前几档较低调啊，带即摆伊做即个台湾新民歌了吼，伊就开始有咧参加一款活动，唱歌互伊听安尼。伊有足侪歌哦，你若有兴趣，咱去 YouTube 等一片，等一片啊，第一去评啊。来，咱个雅族，毋是我雅族是李青李青伊算咱个。讲来，年龄袂算上细，但是讲伊个成就吼，未来个无不可限量吼。伊伫个落好即本诗集内底，伊就会写，差不多大概拢写28事件，开始就是恐怖啊。伊上摆搞是散文诗，散文诗，
伊家己本身伊有读啦吼，所以互伊家己读。啊了是咱来听即条歌，即条歌先咱了先，咱就时间也差不多吼，咱一寡时间互下底一寡吼，咱个来宾吼来问一寡问题安尼啦，来，有时阵就对啊，死免讲伊问也是直接听，伊就有啊。当作我来先吼，你现在平时做听啊，有较紧少。体质是别离难者减无尽，落雨迄日天气向向反冷，田头春水无顺，田尾着花袂水，阮遮北离电气结束，日子免阁疏开，日头着还未落山，哪会看无田花，找无意外，我无着无离，跋一路狗。伫落雨迄日，雨水压淡路顶，点倒的门骨犹袂着尽。怎样即个黄昏比一般时过了较紧？敢是眠梦？若是，安怎袂有清醒？我看着低头连做青尾刀，春水溪水长长，薰叶着花染着红，鸡仔鸟仔也袂分走啥。去日了后，月亮就点点毋走，建在风头，无管户口，徛伫天边，陪你听候。已经袂记即份味，煞亲像有闻到你主人在来芳气。只是我的双脚春风袂入，两粒目睭天都袂开。请免替我惊疑，伫高底。有真侪人做阵，你困袂入眠的时，我拢会转去看你。伊讲即首吼，伊是伫写日北事件，甲发生的代志。伊种伫咧水上渔场家己啊，陈天峰嘛是伫遐吼过往的吼，就是因遐因这避难者对吼，拢去用清查单时嘛，单时了后，也无人去捡尸体，到尾就是。有人安尼捡着水沟凊在边，所以伊尸体伫水沟内底，所以伊就讲我口拢剩袂紧剩拢袂紧，就是讲互你你少年某嘛，你咧煮饭的时阵，假是你困袂落眠的时，我拢会入去看，确实是足心酸的，咱来听笑歌，佫愈心酸，伊即个有意味。编了有够好诶，真诶，咱听看卖啊。山头春水
首诗就对啦吼，一般咧讲就是讲利用未来者是即个受难者，已经死亡的人写的角度来写，叫第一人称的写法。哦，我有时咧拍的声吼，笑着开始比着因拢有听过。你要用第二人称用第三人称的写法，角度切入去了后，写法就无共啦。哦，第一人称，我敢认为讲，如果是咱家己以咱家己做主角咧写吼，真正好好写。但讲你若要照别人。你要照迄主角来写，你着爱有一个较无共款，你着要观察啦、想象啦，爱有种同理心。你去想讲，我是伊的时阵，安怎看世界？所以讲，未来者，我会向当时天地死伫天地最高的时阵，伊会安怎写？伊讲伊会安怎讲话，讲互伊的未亡者就是因牵手嘛，因牵手死安尼。所以即首诗吼，伊着顺顺啊，就安尼讲话，就我算讲是咱讲话安共款，但讲内底有足深的心酸含义，伊着应死啊！你下暗困袂去时阵，我会倒来看伊，去你的眼中看，因为我已经过往去。伊内底拄着隐喻伫内底，所以讲李清来散文诗是目前我所知影，台湾家己的散文诗写到上好，足感动的。今仔日安尼，好，暂时先到遮，安尼，下骹够差不多45分钟的时间，搁15分钟的时间，毋是45分钟。看咱有啥问题无吼？就咱今仔日刚刚听了无够气的，无要紧，也无难听吼。以后我伫咧台南还阁有一场啊吼，你后面做咱来台南听看卖啊，是。好的。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老师，或者是听完之后，今天之后有什么想法要分享给大家的，也可以，不要吐槽就好了。尽量。有没有？你们很客气呢，人家我在别场的时候都有很多人举手，你们没有比赛一下，看谁要先举第一个，通常第一个举手就有第二个。假是讲对台语诗有啥物想法的吼？安尼。有啥物台语诗甲台语歌诗无？有写过台语诗的请举手。足多哦。你看无？还有很多，你看这2个。我还是对。好，那你好了，我问这位，你认为写台语诗最难的是什么？要落笔的，那一刹那，嘿，你毋知要安怎去表现，迄个意境出来。真的创作，我本身是写小说的。创作，你如果觉得说你没有办法下笔，代表你书看得不够。然后刚刚还有一个举手，你认为？我问到。你要问我什么问题？这个你认为写台语是最难的是什么？无困难呢。无困难。因为发自内心的声音。我问错人了，他是优秀老师，我问错人了。他本身他还有一场演讲，
在我们这里，所以我问错人了。好，那我在没有写过台语诗，那有没有做过其他创作的？比如说你写过小说、散文，有没有？都没有。啊，你们的今天来，你们的第四都是在座各位都是阅读的，来学习的，来学习的，来学习的。客语作家，客语诗的。哦，客语还有客语的啊。新年快乐！哦，那你念一首诗来听听看。客语诗哦。客语诗。客语诗，啊，你改一下。我没有默背，我没有默念起来耶。啊，几句也可以。你有没有谈过来啦？当场翻译一下。你迄爱比伊呀，因为我有些台语字看不是很懂。你爱讲比偌久哦？你还爱比伊久，阿妹等的亲久，韩西亲恩就是妈妈的恩惠嘛。我心头太大汉嘛，可是看他也那个冲走掉亲我唱无忧是什么台语字啊？没有，亲我唱无掉个野苗，蒙蒙渺渺随风飘，比等青春离开家业，近比近业，敢比阿妹个把赛是眼泪吼，目着眼面错，呀显面，很易见多走。好同等啦哦，好转来耶，阿妹春末，哇这是多少对不对？多少？哇这是多少？阿妹春末伊度个颜色，汤是不行，互伊等甲，对，我要对回去我的客家语。总唔对，我你等甲朵头是那个了，对不对？对。那个客语要怎么翻比较优美啊？句式啊。看某你该说。对不起啊，我只是铭刻，我熊会爽不过啦，我超太赶。我以前很久以前年轻的时候，我都有一种感觉，客语跟粤语好像很像。因为我要找一下它的。大家有没有发现客语跟粤语，就是香港人讲的那种粤语，我觉得很像哎。对啊。港中哎。哦，我觉得那他们好像是不是同流下来，然后分支出来的。广东嘛，广东话就是客语。对，广东话跟广东话很像，客语跟广东话真的很像。是啊。来，那还有没有谁要愿意跟我们分享一下？李准，你要发表一下。强言恭喜，我现在熟悉也讲，听我演讲会拄久的。看你的度孤嘞。那我们请丢秋老师分享一下今天的会的。你可能认唔对啦。戴口罩，没办法。真的很像。不行。那你分享一下。我今仔日要分享啊。你觉得今天听完之后，你觉得？其实吼，我阿英捌真久啊。对于我开始咧学台语的时阵吼，我上介困难的就是这个罗马拼音。其实我们在学语言都不会有什么困难，困难的是我们在那个工具的使用上。但一张注音符号，我们以前学的是注音符号，但是自从阿英这口囡仔吼，我讲这口囡仔吼，伊甲我讲。你的迄个声音的表达就好，因为我细汉是学迄种有学过口说艺术，我是我对林梦秋老师，那小金老师嘛是我的恩师，到我看到黄老师迄部，我足艰苦的，因为黄老师即摆身体无好啦，所以因为我今仔日来参加阿英的即场演讲，我伫台南来的。掂着心肝，是安怎讲的？掂着心肝。我常常讲咱咧写诗，较早你讲落笔的时阵有较丢拄对毋对？毋知影咱落笔，我跟你讲，想着啥就甲写落去，你写毋对也袂犯法。嘿，
问题就是我写不出来。因为咱有当时咱咧写作的时候，会词穷。对，因为江南也会财经，对不对？我伫咧写袂出物件的时阵，我就是甲我家己放松。我有一段时间，我甲所有的课拢辞了，我甲我家己关伫厝里，毋对，咱就是爱踏出去。所以我去澎湖演讲，我去金门演讲，拢是我的新的创作出来。啊，我就爱写囡仔诗，吼，我的华语诗拢是足随性的，就亲像我有一首《南风透北芳》，迄首是阮囝婿甲阮查囝求婚的一首诗，啊，我嘛甲伊编做歌曲啊。所以，我今仔日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讲，不管咱用什么语言，不管用什么语言，就是发自你的内心，你想着啥，你就甲讲啥。啊，来有足好的一个所在，就是对面册、脸书，可以多去欣赏别人的作品。啊 ，YouTube， YouTube 啊，像阮的电台，阮是专门 K 广播的电台，所以恁会当去收听，恁若甲拍迄个专门 K 广播的电台，故乡生活台语诗，拢会当听着阮足侪作品。所以其实不会困难，啊，也谢谢今天的这个讲座，真的办得很好。后边有机会，我嘛就爱要来的，欢迎。谢谢。我刚刚讲说哈，阅读对创作很重要。我一开始的时候我有讲，我在这里办活动讲座已经办20年了。以前这里还没有改制成文学馆，大概2-3年前而已啊。他现在收录的都是高雄在地作家的作品，以前是混杂纯文学。啊，他没有什么外星科幻，没有那些，他就是纯文学的书。我在这里办20年，我每个月1场，我每个月来的时候一定会借5本书，强迫自己看完，然后下个月来的时候又换5本。你看我，大概15年看了很多本，所以我很肯定的告诉各位，多看书真的是对你的创作思路是非常有帮助的。而且不要局限于说，比如说你喜欢台语诗，你就只看台语诗的书，不需要，你要广泛去搜寻，因为有一天你想写的不一定是写台语诗，你也可能想要写一个爱情的故事，你可能想科幻，你也可能想要看武侠的，所以你多方去涉猎，还有你在创作的当中，你也可能会去触及到别的领域。但如果你书念的不够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写出来。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分享。确实，这真正吼，阅读跟创作是一体的。甚至讲创作你写袂出来，一定要靠阅读去找灵感。啊，还有一点，尤其你写诗就对嘛吼，你头壳内底的台语词无关，你就会失效。爱读台语册，去累积。啊，其讲咱本身拢有啦，咱拢会晓讲台语啦。来讲，咱最少有啥物想无？我做来讲联想力，联想的大数，对无？所以呢，你看到人你想啥物，开始联想，联想出来一张 A4 纸就有30个数啦。这步当然爱直接去训练，安尼起来先都袂有思想的问题。第不出来开始联想，自然几个词也出来了，就开始安去斗啊，把咱心内妄想拢抓起来。就可以写成一首诗了。其讲写一首诗是一个足简单，只是讲你这首诗有够深度，这就是爱日月的所练出来功力。今仔日介欢喜会当来写，我来遮第3遍啦。咱一天来无来呢迄当伫内底进修，所以无来。我这个要办7条，无要紧，咱像 YouTube 是看。像老师今天提供的这些，我还教一个方法，就是模拟。模仿。刚开始创作的时候，模仿是难免的，但是模仿可以让你去学习到作者的思想、创作方法。所以说不要怕模仿。刚开始每一个创作的人，刚开始坦白讲，几乎都是模仿。他是看到，比如说我看到一本书，我觉得他写的不够好，我想要把它写个外传。对不对？或者是看到一首诗，我就想要把它改一下。刚开始几乎创作都从模仿开始，所以你要是看到老师今天的哪一首不错，你想把它模仿，其实可以，真的是可以的。创作不怕模仿，因为模仿到一段时间之后，你就会有自己的风格。
好，那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没有的话，那最后5分钟，老师帮我们总结一下。总结哦，总结我要来做一个宣传，一个奉上。第一个奉上是吼，咱即条歌写的吼，咱伫 YouTube 就摕会着，所以我就毋爱搁放。原则是讲，要家己唱一种时间就嘛无够。讲安尼，讲点外首歌写嘛伤大，太干燥，唱歌也无听，卖闹鬼，卖吹闹鬼。第一个广告是咱傅元老师伊的台江马甲府城小花蕊2本册吼，1本400，原定价拢是500哦，用1本搭配者拢是400，你若一套买700块，安怎买吼？就讲去我的面册，我必用，应该讲，咩讲？我也先已经8外啦吼，你今仔去看卖啊吼，账号偌济，我有一个种表单，你会当去调看卖啊吼。假是你遐找你做比后期，经我老师遐学生个叫，你若有兴趣，这方面会当做囡仔足好个教材。伊内底是囡仔歌嘛，搁有一种是答嘴歌，每一个俗语会答嘴，伊编一个故事出来答嘴歌，足好个教材。第二个宣传是我家己本身我的。台语诗创作班第5期已经开始招生啊！伫2月14初级班开始上课，2月15正届，我即届才2个班级尔，就是拜2到拜3下午8点。咱会当去我的我个人的名册的版面。我有2个账号，有2个口罩，2个账号拢找着。我的报名的即个表单安尼。希望讲咱少爷甲必定咱都到宣传过。因为恁2个拢正届班，恁2个拢出师啊就免付过来学啊。到宣传前，因目前报名的人数毋是介理想，安尼。好 ，OK， 无问题啊。你拢无啊？你感想我无啊？来感想我不对。我再讲一次，我刚刚讲过，就是我们这个活动是由高雄市港都文艺学会主办的，我们每个月第4个星期天下午2点都有一场，我们已经在这里办20年了，我已经荣登第20年的理事长了，我已经被困在这里困20年。还有一点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办的活动都没有上面什么文化部什么经费补助，没有，都是我们会员自己出钱出力。我们里面有很多会员筹划，出钱出力来付讲师费什么的，这些都是我们做会员还要出钱，还要出力，还要被困20年。所以说你们有空的话，到我们脸书上给我们写个加油。加油！我们里面的几乎真的都是这样，我们都是无给级，然后每年开会的时候就是交钱，我都是叫他们交钱。我明年要办什么活动要缺多少钱，钱交出来，都是这样办出来，办了20年，真的就是这样办的事。还说有什么问题，可以在脸书上面给我们鼓励加油留言，谢谢各位，谢谢。好，今天就到这里了，谢谢。我唔知，知道，完全啊。